灣仔謝斐道130至146號建利大廈地下2號鋪現正放售。地鋪建築面積約760平方尺，門闊約13尺2寸，鋪深約47尺6寸，樓高約12尺，附設3上150M 電、洗手間同埋來去水等配套。鋪位位處灣仔謝斐道核心位置，為傳統商業核心區，相隔灣仔港鐵站只有1分鐘步程，每日人流絡繹不絕。該段謝斐道為灣仔其中一個飲食集中地，地鋪門庭若市。政府已計劃將灣仔北3座政府大樓及港灣消防局用地重建為會展設施，預料可提供3萬平方米租用面積，包括會展設施、酒店及甲級寫字樓。此外，灣仔區已經有超過50個大大小小嘅私人發展重建項目正在進行，當中大部分住宅重建項目都係集中於喺皇后大道東一帶，而商廈項目則位於軒尼詩道附近地區。租客為米線店。買鋪唔使煩，買入盛匯商鋪只需每月租金5% 費用，可享一系列售後服務。